路加福音第24章。礼拜日大早，佢哋富人家帶定所準備嘅香料去墓地，佢哋發現石頭已經對墓門裂開，就行入去，仲係冇看到主耶穌嘅遺體。佢哋不當惡嘅時，忽然有兩個衫發光嘅人企喺佢哋身頭，佢哋非常出驚，就仆在地上。嗰兩個人對佢哋講：你哋做乜嘅在死人中尋生人哦？佢冇在呢位已經復活了。我記得佢還在加利利嘅時節，是對你哋講：人子一定會被人交在罪人嘅手中，當時在十字架上第三日會復活。佢哋呢時正想起耶穌嘅話，就對墳墓轉去，將所讀到嘅一切事情報給11個使徒，留其他嘅人知。對使徒報告呢一切嘅婦人家係馬太拿嘅瑪利亞、約亞拿、雅各嘅阿妹瑪利亞，留別嘅婦人家。佢哋使徒留到呢啲婦人家亂講，就唔信佢哋所講嘅話。仲係彼得喊起來，走到墓地去，探身看墳墓地背，看到只有存麻紗。佢就倒轉去，非常稀奇所發生嘅事。翌日，學生中有兩個人愛去一個村莊，呢村莊名叫做以馬忤斯，離耶路撒冷約11公里。佢倆仨透露討論所發生嘅一切事情。經講經論嘅時，耶穌親身行勸佢哋，同佢哋向下行。佢哋面對佢，仲係目珠蒙蒙。唔識佢，耶穌問佢哋講：佢哋經行經講嘅係乜嘅事情？佢哋就停下來，面帶憂愁。其中一個名叫做革流巴嘅問耶穌講：你今日在耶路撒冷發生嘅事情，敢講只有你一個做人下嘅唔知係麼？耶穌講：乜嘅事情？佢哋應講：係拿撒勒人耶穌嘅事啊！佢係一個先知，在上帝老眾人嘅面前，無論講話也係做事，攏總親有能力。佢哋祭司長老愛哋嘅領袖，殺寄送佢去判死刑，當佢在十字架上，愛哋原來希望佢就係嘅愛來拯救以色列嘅，唔單槍按樣。呢事情嘅發生已經經過3日。還有愛哋當中有幾個婦人家，是愛哋親觸驚，佢哋打走去墳墓嘅位，仲係冇看到佢嘅遺體。佢哋倒轉來報告講，佢哋看到天使出現，天使老佢哋講，耶穌已經復活了。愛哋中間有人去墳墓看，所看到嘅同該條婦人家所講嘅同樣，只係冇看到佢。嗰時，耶穌對佢哋講：佢哋用辦按吞，先知所講嘅話，佢哋用辦按難相信呢。佢都唔係聽錯，愛經歷了一切苦難，然後將進入佢嘅榮耀嘛。接下去，佢就摩西老眾先知所寫嘅開始。對佢哋解釋聖經所記關係佢自家嘅一切事情。佢哋行勸所愛去嘅村莊，耶穌將行愛繼續向前行。佢哋就強強留佢講：日頭已經落山，天快暗咧，同我哋向下行啦。耶穌就入去，同佢哋向下行。佢哋坐下來食嘢嘅時，耶穌拿起餅誒，感謝上帝後，就擘開，交本佢哋嘅目珠忽然閃起來，爭引到佢，仲係耶穌一下就唔見得去，佢哋彼此講：佢在路上老愛哋講話，為愛哋解釋聖經嘅事，愛哋嘅心唔係將火一樣燒起來嗎？佢哋念時就出發，轉耶路撒冷去，在嗰位，佢哋看到11個使徒，留另外一條人去十腳下，都好在嗰位講：
自短暂复活的，佢已經顯現俾西門看咧。這兩煞也將路上所讀到嘅，並佢哋樣辦菜煮白開餅嘅事，引導佢嘅經過，留大家講。佢哋講等倆條事，耶穌親身企在佢哋中間，對佢哋講：願你哋平安。佢哋行到逼逼擦，老道係看到魂魄。耶穌對佢哋講：你哋做乜嘅按手呢？用辦心肝義父呢？看我嘅手，我嘅腳，確實係我。命我看呢，你哋就知魂魄無肉也無骨，你哋看我兩樣都有。講了，佢就將手老腳本佢哋看，佢哋特歡喜，有些唔同，還係唔敢相信。佢問佢哋講：你哋兩位有乜嘅好食嘅冇？佢哋拿一袋配好嘅魚本佢就接過來，在佢哋嘅面前說，然後耶穌對佢哋講：呢一切就係頭擺我同你哋講下嘅事，老你哋講嘅，摩西嘅法律、先知嘅書、老詩篇所寫嘅，關係我嘅大件事情，一定會實現。耶穌就開佢哋嘅心竅，本佢哋了解聖經嘅話，又對佢哋講：照聖經所寫嘅，基督天出為受害，第三日對死復活，人也愛奉佢嘅名傳悔改，留灑出嘅道理，對耶路撒冷開始出到萬國。而哋就係呢條事嘅見證人，我愛將亞爸所應許嘅親自書本而哋愛在城內等候，直到佢對當國來嘅能力臨到而哋。接等耶穌帶佢哋出城，去到伯太尼，在嗰位佢騎樹為佢哋祝福。祝福嘅時節，佢就離開佢哋，書接上天堂去。佢哋就敬拜佢，滿心歡喜在耶路撒冷去，常常在聖殿度頌讚上帝。